歡迎來到歐洲管理學院 EIM， 我叫安娜。加入1%精英俱樂部，獲得 EIM 的博士學位。全球近有1%的人口擁有博士學位。傳統的博士課程通常需要5到7年時間，而在 EIM， 大多數博士生3年後即可畢業。傳統大學的博士生畢業率低於50%，而 EIM 的畢業率超過90%。在傳統的博士項目中，你通常一個學期只能見到導師一次，而在 EIM， 你每週都會與導師見面，討論論文中的每一個句子和每一篇文章。許多論文未能達到學術標準，在 EIM， 經驗豐富的論文導師提供的私人輔導課程，可以幫助你撰寫出優秀的論文。如何實現？擁有豐富經驗和深厚研究背景的本地論文導師，靈活的非全日制博士課程，讓你兼顧個人和職業生活，而非反之。可選擇母語私人輔導，創新的學習技術，靈活的付款方式和極具吸引力的學費。政府認證，歐盟承運國。在 EIM 完成一篇傑出的論文，僅需3年即可獲得博士學位，並加入1%精英俱樂部。你可以選擇我們的工商管理博士 DBA、管理學博士 PhD 或醫療保健研究博士 PhD。請通過 Admission EIM Education 聯繫我們。歡迎來到 EIM。